台南阿南区的青草轮宝花，拢是用蒲病仔来饲蚵仔。这几节风影大，甲病仔扇歹去，这海岸边都规堆的蚵仔。有民众想要捡回去食，不过医生有提醒，这要食进前一定爱煮好熟，因为这寡蚵仔可能有食侪细菌。伫海沙堡行会发出声音，长长海岸线拢只蚵仔壳，至少超过1公里长。这拢是蚵仔笼伫海水面，也是河口的蒲边仔所饲的蚵仔。捡大海用现金花，未少民众拢走来捡。多不多？我有点呆了。蚵仔话掺袂条落去啊，蚵片嘛是，讲着比较长呀，讲起来拢会啊。炸水桶拿，民众尽量捡蚵仔笼是要靠无目屎，因为即搭伫台南安南区的青草轮仔宝花是蚵仔笼养殖的地点之一。最近因为天气无稳定，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外海的蚵仔病拢去大海用线探去。涨潮的时候，然后加上那个气流，西南气流的引导，它就会把那个龟头打上来。不过，医师提醒，这蚵仔恐惊有真侪生菌素、大肠杆菌，无建议捡当食，尤其袂使生食。若是要食，就要确保完全煮好食，啊，若无较轻的会引起胃肠炎，严重的可能会全身性细菌感染。如果真的生吃了这些就是生科的话，其实会容易引起一些寄生虫的感染，或者是一些肠胃炎的一个状况。抵抗力差的人或是老人家，那他如果说一个肠胃炎，它可能就容易引起一些全身性的感染。规堆的蚵仔壳蹲伫海岸边，海岸线主管机关台港各个公园嘛烦恼发出臭味，切来开始清理，避免影响环境的生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